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62年粤剧电影《红楼梦》高清修复完整版的第2期。片中贾宝玉的扮演者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许玉兰，生于1921年的浙江新登，12岁进入东安舞台科班学习花旦，后来改为老生，13岁在上海茶楼登台演出。1943年与吴月奎组建了新华粤剧社，1947年正式成立了玉兰剧团。1952年凭借着剧目《西厢记》获得了第1届全国戏曲观摩会员演员1等奖。许玉兰的唱腔高亢激昂、豪爽洒脱，加上丰富多彩的唱法技巧，使曲调与唱法浑然一体。代表作有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追鱼》等等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正片。我什么王先生很长呀？我什么王先生很长？哎，包姐姐，听说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，今天要让我上见上见。我没什么好看的。包姐姐，你看了我的，去过不让人家看你的呢。不离不弃，方领勇气呀，这2句话真像5字一对呢。香啊，包姐姐，这什么香啊？哦，先是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那么好闻，哎，借我一碗尝尝吧。又闻到了，牙怎么能下去的呢？这香气好闻嘞。哎，包姐姐，我们来下棋好不好？好。林姑娘来了。哟，又这么雅兴，也不叫我一声，自顾自己在问你。哎呀，林妹妹，你来得真好，来。林妹妹，包姐姐的棋子可真厉害哦。好妹妹，你可不要听她的。哎，你听我下一下，你下赢了，我可把你围死。要是下输了，就请包姐姐随我们2个做徒弟吧。你看你这张嘴。二爷，问你有人找你，是老爷唤你。老爷叫我。既是老爷唤你，那就快去吧。哦，八爷，你忘记披风了。
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。你这个不上进的奴才，被归看你作为所长，被丫头你到连星光，自古道世事同名皆亚为，神经连大皆为章。可叹你生平事故去不雅，仕途经济偏一暴，只怕是永在难以成功了，愈加愈功都无望。今娘娘吩咐，叫你我姐妹们对到大观园中去治。大观园，你可要经我好好的读书，若不安分守己，就不饶你。牢牢记住。是。圣人勇，从小生之本也。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父不可以不孝也。三纲五常，乃成立圣旨大经，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。是故忠人从小子之门有。人家在哭闹，你还在笑呢。每日里送往人来帮咖啡，分享开头及祖先，岁岁恭敬听教诲，非同下拉做生言，这名掉落的崔文章，多得我头昏目用才可以。二姨，请问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的？我自己画的。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祖宗，你倒输要紧。就让我嘎嘎本吧。好，谁让你画吧？风华文采
倘若你不是真心爱，到送你应该张开骨头送娘子来。孙悟空套上了金箍咒，没法子哦。二爷，你咋再不长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呀？我们的学生姐姐又要念金箍咒了呢。快我不死了，你都长嘴呢。二爷，读书吧。看你念成这个样子，来。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二爷，你上次叫我弄的书，我今天拿来了。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拿来我看。来，西厢记，对不对呀？二爷，给上上我了吧？好，明天上你调钱。谁没有见过掉钱呀？二爷，把这个香港雕刻烧给我吧。好，拿去拿去。把这个荷包也烧给我吧。哎，别的都可拿去啊。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拿来。喏。哎。像这样的好处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今天我背地里偏要到泰国赏花，苏扎到天津有事，难得西厢记妙事啊！先上身尽心能事应家，莫盈盈深情更比张生慈。叹宝玉身不由己全在此，但愿在
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要成功找鬼了你。你耻笑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狂功名闻万切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呢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叫我看看。哎，好妹妹，见你看我是不怕的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你。徐小姐，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。妹妹，我是个多才多病生啊，你就是那清光清晨的马。在银子也却来了笑，文章的娃儿欺负人，我可要到舅舅跟前讲理讲。好妹妹，我无非女妓是神去年，好妹妹你千万要我这一招，我这有心欺负你。好，明朝让我接在这子寺里，让拉队女把我腾起掉。我以为你也当是对，呸！原来是个人呀来抢的。好，你试试，你这个呢？好，我也要去告诉去。哎，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哈哈。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了，好吗？哎，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儿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，又有什么金的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是个明白人，难道连清不格数与不金线都不知道？岂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猜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对？
习惯。你这样倒出来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把生子儿子置之度外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那你决定再不唱戏了？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呀。二爷，做戏子的前有是天下怒，台下泪滴在上多，此去必居东郊地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只可惜非父之交难分手，但愿能与燕往来多传说。二姨，这是其关随身之物，请留作纪念。